台南的老品牌东升豆油红白讲，为着要升成本，已经无家己激豆油啊，是去买别人的豆油回来调味。业者表示讲，因为这新厂房当咧准备产量不足，才会用别人的豆油来搭，日后也会家己激豆油。目前台南市政府已经去稽查确认是安，也要调查这业者敢有老实表示。豆油灌入去桶仔内，工厂来真无用。台南老字号品牌东升豆油以古法制造出名，进前是市政府为林志玲准备的嫁妆之一。即马煞互人别空。第二代接班了后，好亲像想要省成本，家己做，是去甲两大豆油厂买青豆油来调味。他们本身也是经过检验的，合法的厂家，我们才会选购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主要是选用优质的厂家来做我们的一个background的一个协助，而不代表说我们自己不酿造。从头到尾，我们自己都有在酿造。拍开桶座内底是拄啊结好的豆油，业者是讲这是无实在别空。买回讲买白厂的豆油，是因为新厂扩厂目前产量不足，毋过结好的库存还有500多吨。我豆油蛮好食呢啊！豆油袂歹食啦，袂歹食吼。嘿啦，伊的酿造吼嘛做到真好啦。当地民众也是真有信心，其他的豆油厂表示，买白白青豆油无算罕见，甚至会有业者来卖。毋过卖嘛是本来就会使食的无糖豆油。通常会依照品牌它的需求，比如说它可能 A 品牌加 B 品牌，或者是加自己的酱汁。那个酱汁本身是安全可以吃的，只是说就不是自己全部由自己去酿造这样。虽然毋是以白厂的豆油直接打票头来卖，毋过因为部分产品确实已经毋是由当成专庭制作，卫生局甲消保官19上门稽查，确认产品的是安。后续原来的调查业者是毋是有牵涉到产品标示无实在？记者综合报道。